这个新闻来邀请咱看一个较趣味画面，这个镜头是你看新北市，唔知咱乡亲捌看过这款闪电型的路边白线无？这是新庄区中华路一段后壁的巷仔底。有咱乡亲发现讲，这个路白线煞变成闪电型的，佮讲骑车爱骑伫咧白线的倒手边，才袂互人罚钱检举。原来正手边是社区私人的土地，这住户不满三不五时啊，有乌托邦拢停伫遮，挖苦伫遮，因呢行拢袂方便，就咧甲警方检举，警方来开单。所来呢，这民众就找议员来做协调。顶礼拜区公所会刊报决定讲，为一条像这款闪电型的白线来做分辨，依照这个影片的方向，就像正边是私人的土地，倒边是一般的道路。啊，真侪乡亲看了，虽然感觉趣味，不过嘛认为讲，相关的单位应该佮设一支牌啊，插一支牌啊，互人知影讲，这个到底要安怎行，才袂引起无必要的误会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